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洛阳文能店研发的新产品风筝豆馄饨，今在吃啥子？看看这风筝豆糯米哪个好吃。3月份来感谢家长。宝宝，你今在哪里打架？哎呀，我最欢喜吃馄饨呀！洛阳馄饨给我们进一单。来，介绍阿刁，海的兄弟。阿刁，拜拜。哎，难得过进来个，阿刁。不得一个。11点1刻，店里向基本上售满，抽钱捞到一趟，看上去不错。有点铺糯米的，里向有饭的，糯米饭。那张捞到一趟店得蛮好的，开胃菜。里头那个才是阿刁面杀来的。明绝显的。对是饭。风筝大肉馄饨，它是用那个酒酿跟那个鲜肉。因为那个是第一趟吃了，跟你讲，高低臭。但是呢，我搿辰光小辰光也一直吃洛阳馄饨的也吃个。蓝毛子，蓝毛子。对讲馄饨呢，就是我欢喜吃的。搿辰光最懂我吃是不说是，然后是禽肉的，那个也是相当于禽肉馄饨呀。自从你长大1.85米后，只有1.30米，那个豆肉也是蛮好的，有发干个香味。那个洛阳馄饨店开至200多年，嘉庆7年开，223年，223年。哎呀，看阿刁哪吃馄饨啊？你先吃个？你先吃，就是在看阿刁吃馄饨。看下啊，哎，哈粉小龙来着，还是摘包菜的，烫出来的，也哦，是你像个，这个好个么子好呢？这个黄呀，也冷的。皮薄个呀。哎，这宝宝，那个宝宝，你肯定爱得懂。能啊，这个能啊。你再看个话，已经最后一张了。那个麦克手，关键搞上海个地图，那个一位接的2块。是你看你为害了我。哎呦，宝宝，你那位帽子也低了。我一个200，到不来年，那个馄饨我自己吃个名菜。这位，弟弟。今朝品尝下来，风筝豆馄饨完全不输风筝豆糯米。